大家好，我係嚟自於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嘅袁偉初。OPC 咧，其實而家喺內地非常之火熱啦，咁我哋叫做一人公司啦。其實就係話一個人能夠用而家一啲 AI 工具加埋一台電腦，就好似一個團隊、一支軍團咁樣樣，可以非常之好咁服務於更加多嘅客戶群體，提升自己嘅服務能力。佢點解會火呢？仲係基於而家 AI 嘅一個發展，去到一定嘅程度，已經可以好好咁樣陷入到我哋嘅日常嘅工作流同埋係工作交付當中。佢同傳統嘅團隊嚟講，第一，佢嘅決策更加高效，佢嘅服務能力亦隨住 AI 嘅工具嘅提升咧，佢能夠去滿足大部分嘅一啲業務流。咁同時咧，因為只係自己去全面去使用，所以佢嘅呢種個人成本亦都會降到最低。而家好多嘅各地政府咧，提供好好嘅 OPC 服務政策，好關注於算力、數據、模型呢啲新嘅一啲領域，包括所以而家廣東省提出嘅人工智能 OPC 嘅行動方案當中都提到，會越嚟越聚焦喺呢一塊嘅扶持，收取更加多嘅呢一種業務場景啦，呢種算力補貼啊等等嘅支援，咁樣樣會進一步降低 OPC 創業者嘅一啲隱性成本。AI 嘅工具係一個放大器，佢一定要基於滿足原本係有呢一個嘅服務嘅客戶或者係自己嘅業務邏輯，先至係再用 AI 去放大自己嘅服務能力，能唔能夠結合自己一啲興趣愛好，再用咁樣嘅工具，再去挖掘一啲有痛點嘅業務場景，直接完成交付，咁就將自己嘅個人嘅 AI 領導力，由原本嘅一啲用簡單嘅呢種交流嘅工具，到變成可以做嘢嘅工具，到變成可以係完全提供完整嘅解決方案嘅工具。咁呢個流程係需要我哋 OPC 創業者去完全走完嘅。當然係一定係用好自己嘅AI 嘅一啲工具，同步咧去尋找一啲而家政府係好大力度嘅支持，同埋我哋喺社會各界咧都有好多嘅服務嘅團體，能夠幫助我哋喺呢一塊有好多資源嘅連接嘅支援嘅，包括一啲賽事啊、一啲活動生態啊，去透過咁樣樣去等自己嘅項目、等自己嘅產品仲更加多嘅可能咁樣去曝光。